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天气足热的，甲猫朋友踮伫房间起讲真欢喜。嘘，猫咪困去啊！食饭的时间到啊！敢是要食饭啊？恁是咧食啥？嗨，乐乐，我是欧咪，即马是食饭时间，阮当咧食中昼饭哦。看起来介像红个仔咧食的物件，迄是啥？你嘛想要食一寡心？这是我上爱食的物件。我今仔日食火鸡肉和鲈鱼透蓝的餐包。阮猫啊是肉食性动物，乐乐敢知影啥物是肉食性动物？我知，就是爱食肉的动物。答案正确哦！阮会食各种无同款的肉类，亲像鱼肉啦、鸡肉、火鸡肉，甚至是牛肉，拢是阮爱食的物件。我阁掠准猫咪爱啉牛奶呢。小朋友，你感觉猫啊敢会使啉牛奶？一会使，牛奶真营养，应该加啉一寡。二袂使，啉牛奶较会落屎。答案是二，袂当凊彩互猫仔啉牛奶。猫仔的胃肠钙敏感，较会消化不良，啉牛奶可能会落屎哦。原来是安尼，安尼牛奶要是互我啉好啊，我爱加啉一寡才会大汉。欧咪，我发现恁食的物件敢若无共呢。大只猫仔身体状况无同，适合食的物件嘛无同。准备食食的时阵，就要根据阮适合食的物件来调整。像我啊，都因为腰子病的关系，逐顿拢爱补充营养。你是啥啊？我是圆圆，我带你去准备食食的所在看卖。哇，遮有足济碗诶，顶面阁有写大只猫咪的名。叫我过节哦。歹势，甲你撞着啊！我看我也是去头前好啊。你咧创啥？哪会跍伫盆仔内底？哎呦，乐乐，伊咧变数啦。变数？哦，这就是猫的变数哦。内底哪有一条一条的物件？恁变数敢免呛水？这是猫刷，用来按猫仔肉甲屎的味。阮猫仔是真爱清气的哦。变数了后，拢会甲猫刷培育好、砍磨好。你看，砍好势的猫刷会吸收菌的肉，变做一块一块。厝内用的猫刷有真侪种，拄着猫仔的肉甲屎了后，有的猫刷会结做一块一块。若有诶会呼气，呼气，都是吹气，变甲搁较细的意思哦。原来是安尼，虽然较清气，但是敢若也有淡薄臭臭呢。迄是因为阮猫仔无啥爱啉水的关系啦。猫仔肉会释放一种叫阿莫尼亚的臭味，若是水啉伤少，臭味就会特别明显。逐工拢爱啉水才会用的。哇，猫咪跳足悬呢！迄是当然的咯，阮猫仔是天生的跳悬高手，会当跳出比身悬5倍的悬度哦。一般猫仔身长差不多是30公分，嘛都是2支手遮长，所以阮跳起来的时阵会当跳150公分哦。150公分，比我搁较悬呢。我发现有猫咪介意踮伫悬的所在休困。踮悬的所在会互阮猫仔感觉真有安全感。嘿嘿，遮阁有一只猫仔困去啊。猫仔逐工困眠的时间真长，成年猫仔逐工超过一半的时间咧困。
老猫甲少年猫仔困的时间搁较长，会当超过16点钟哦。猫咪有影足够困，我一天困8点钟都足有精神啦。我阁发现猫咪困的姿势拢无共呢。困的姿势代表猫仔对环境的信任感，嘛甲大只猫仔的个性有关系。一般的猫仔困的时阵，伊也是会有警觉，随时做好要逃走的准备。哈，才有一只猫巴肚现现咧困，伊敢毋惊去赶着？甲巴肚现出来，这对猫仔来讲是真显咧看到的代志哦，代表伊非常信任这个环境。哦，猫咪的毛足侪小水。嗨，乐乐，我是三灰鸟玛利亚。三灰鸟？对呢，你身躯顶有3种色水，有黑色、柑仔黄、甲白色。甲乐乐讲一个秘密，阮三灰鸟甲咱平常时所讲的玳瑁这种多色鸟，大部分拢是查某，啊那柑仔色鸟也是柑仔白鸟，是查甫较济。哦，那呢黑鸟咧？黑鸟甲大家讲的变绿黑白鸟的性别较平均，有查甫嘛有查某。哦，伊的耳仔着伤啊，哪会起一角？这是剪耳鸟。人类会趁流浪鸟做绝育手术的时阵，甲鸟的耳仔加一角，安尼就会当知影倒一款鸟仔有手术过，都袂搁甲掠起来。不过，甲耳仔加掉，敢袂足疼诶。豆豆免烦恼，趁鸟仔手术拔水的时阵加耳仔，鸟仔都袂疼。豆豆，你敢知？加耳仔的时阵，公的会加倒耳，啊那母的就会加正耳。后摆伫街仔路拄着鸟仔，会当观察一下哦。我会注意观察。不过，玛利亚，是安怎猫咪爱做绝育手术？绝育是啥物意思？绝育手术是为着卖互鸟仔一直生鸟仔囝，嘛就是拔起来的意思。是安怎？猫咪遮古锥，是安怎无要互因生鸟仔囝？阮鸟仔真好生囡仔哦，鸟母大概会当生3到6只的鸟仔囝，逐年会生3届鸟仔囝。逐年生3届，大概生3只，少济只鸟仔，强要袂喘气啊！少济鸟仔无人饲，街仔路的流浪鸟就会愈来愈侪。加上阮鸟仔天生就是垃圾者，会甲真侪野生小动物食掉去。原来是安尼，袂当互猫咪无限制一直生囡仔。有做绝育手术的鸟仔较袂破病，平均寿命搁较长，会当陪人类搁较久，变成人类的好朋友。我嘛要带猫咪回去，甲我做好朋友。乐乐嘛想要饲鸟仔是无？有啊，我嘛想要甲猫咪大做伙。那安尼，乐乐敢知影要去倒位领养鸟仔？我会当去街仔路找猫咪，看卖伊敢要甲我回去。乐乐敢知影，我甲我的姊妹啊，捌伫街仔路流浪，拢是着伤有路无厝的流浪猫。后来有民众打电话去猫咪中途之家通报。猫咪中途之家的人就甲阮收留，提供照顾，嘛互阮有机会伫遮等新厝甲新朋友。猫咪中途之家，敢是中午的意思？这是屏东鸟中途之家，是流浪鸟会当临时住的所在。无厝的鸟仔，佫叫做流浪鸟，平常时会自由自在伫外口生活。若是人类发现鸟仔破病，要是拄着细只鸟仔无能力找食食的时阵，就会甲需要倒3工的鸟仔带去猫咪中途之家照顾。有一寡鸟仔重病，需要长期照顾治疗，这的鸟仔就会留伫中途之家。哦，等破病好起来了后，恁敢就会转去街仔路生活。治疗了后好起来的鸟仔，若是已经惯死甲人类斗阵，
要是讲因为年岁受细汉，无法度转去家下生活，这个时阵就会有人想要互猫仔一个新厝。所以，猫咪中途之家就是猫的旅馆甲病院，是无？无唔对，住伫猫咪中途之家的健康猫仔，拢在等新的亲人。算我，乐乐，敢知影？猫甲人共款拢会破病，照顾阮的人就会带破病的猫去看医生。照医师的指示，有一寡需要点排药水，要是抹药啊，有一寡猫仔的病就需要特别照顾。像有一款叫做猫艾滋的病，就是病毒传染，身体免疫系统出问题。艾滋猫若准发病了后，会较易破病，佮较严重，佮会引起癌症哦。这恐怖！好佳在，艾滋猫有可能一世人拢袂发病，而且这款病袂传染予人类，所以想要甲艾滋猫斗阵生活嘛是无问题的。我希望大只猫仔拢会当找到厝。这只猫咪甲你同款，一直用喙齿咧自摸呢。阮猫仔上爱清气啊，逐工拢会整理家己的毛。用喙齿自摸，敢就会清气？恁敢爱逐工洗身躯？健康的猫仔是无需要洗身躯的。阮会治家己的身体，排除身躯顶无害的毛，但是要注意，莫甲伤侪废毛食落去，若无是会吐毛粒仔哦。对啊，乐乐，你敢知影要安怎甲猫仔交朋友拍招呼？拍招呼爱有礼貌对吧？想要甲头一摆见面的猫仔拍招呼，绝对袂当一直甲猫仔紧紧看，爱先徛伫离猫仔差不多100公分，也就是大约一个大人手骨的长度，看猫仔敢会紧张。若是袂，就我见到半支手骨左右，看伊的反应，甲手伸出来，豆豆仔接近猫仔的鼻仔，互猫仔鼻你的手看卖。若是猫仔愿意鼻你的手，你就会当豆豆仔摸猫仔看卖咯。爱记住手的位置一定爱伫猫仔的视线下骹，安尼猫仔才袂受紧张。我摸到猫咪啊！较熟悉了后，会当摸猫仔的骹脚片试看卖，要是拍一下猫仔的尻川，甚至摸伊的下頦。不过爱记住，唔通伫猫仔困的时阵凶去甲摸，若无猫仔是会惊到的哦。我知啊。这只猫仔哪会一直发出的声音？哎呀，伊敢是破病啊？唔是啦，这是猫仔咧咕的声。阮若感觉安心、舒适的时阵，就会咕出声。原来是安尼，舒适的咕声，就亲像困去的时阵咧咕的声同款。真歹势，看大家困到遐落眠，连我都想要困啊。玛利亚再会，妮妮再会，欧咪再会，乐乐再会。今仔日去猫咪中途之家参观，我发现有真侪猫咪住伫遐。有一寡猫仔虽然破病需要照顾，但是伊嘛会当找到新厝，变做大家的好朋友。做过绝育手术的流浪猫会加耳仔，这是为着莫阁去互人抓着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画面内底谁是查甫，谁是查某？答案是倒边耳仔有加的是查甫，若正边耳仔有加的是查某。你看，这是我画的玛利亚，伊有3种色。逐种猫咪的色拢无同，个性嘛无同，因拢是人类的好朋友。小朋友，你敢会想要带猫仔返去厝？写批甲我讲，你上想要甲谁做好朋友？再会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星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星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。妈妈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